而这个12强的冠军战表现甲真出色的，还有这位王牌的投手林玉民。伊的爸爸讲，林玉民刷落来会先去做兵做12天，然后转去美国的凤凰城，因为伊被列为春训的选手，若是表现稳当，每年有机会徛起的大联盟。啊，林玉民后个月嘛要做爸爸了。 为什么转不过去？他就是不要，他不要过去了。哦，好了，够了，我已经够了，好吗？我知道换镜头按这个了。两人袂出咧搭水果，感情有够好。26台湾英雄大游行，这个吴俊伟甲王牌投手林玉民头一摆体验摄影，唔知要如何是好的模样。网友讲真无罪。林玉民在中局之战让日本前4局苦无机会。 比赛表现，大家拢看会到，输得害生活，大家嘛真关心。前台东县的立委赖坤成伫社群媒体写文章讲，伊甲因老爸熟悉30外冬啊，正马子，佮有写着讲林玉民的后一步。12强比完赛，他要去把12天的兵当完。 摕到冠军了，先去做兵，后来转去美国凤凰城，因为伊被列为春训的选手，若是表现较稳定者，有机会伫明年徛上大联盟。要么伊上袂放心的是伊。他说：“啊，小孩子到时候跟老婆怎么办？就是说要把那个老婆跟小孩都接到美国一起生活抚养。” 无毋对，林玉民即将要迎接新生命，伊伫网络打出这个超音波的相片，边仔家人佫有写1+1=3，佫有附上阿某2人的相片。因太太嘛写讲，咱12月见，暗示讲后个月将会生下这个孩的结晶。竞赛相信临门，拿来这个泰山大人甲拍几分？100分啊！为什么？不错，表现不错。90分还要有进步啦，因为当爸爸还有一点还有进步的空间。2女儿要结婚了，然后小孙女要出生了，然后小女婿这次表现得很棒。上欢喜阿嬷伫遮，好事是一件是接一件，小连续3喜临门，面上充满着欢喜幸福的表情。目前这个玉美夫人伫台北差不多要顺过啊，未少球迷拢替因欢喜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